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0到96节，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重新得到快乐。有一首诗歌叫《我的救赎者我地》，歌词第一段安尼写：讲我知我的救赎主我地，伊是永远的主。当我伫深渊的中间失迷，伊带我行正义的路。上帝是咱世间人的救赎主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伊赏赐恩典予世间人。不但是安尼，上帝的救赎的计划，佫较是对迄个创造就已经开始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上主是唯一的上帝。上主讲：雅各我的仆人，担着听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听咧。捏着你，对舞台就塑着你，要帮赞你，迄位上主安尼讲：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毋免惊，你是我所听的，我所拣选的。我要拼落水互喙焦的地，我要互焦涩的地有溪水得流。我要将我的神拼落伫你的后代，要赐福气互你的子孙。因会亲像草伫水充足的所在大长，亲像柳树伫水直直流的溪边成长。有人会讲我属上帝，另外一个甲家己号名做雅各。搁一个伫手的顶面写上主的，自称做以色列。上主统治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是开始，我是结束，我以外无上帝，啥人会当甲我比？就出来讲，我捌对古早的主民有过未发生的代志。伊嘛通安尼宣告将来的事，恁毋免惊，嘛毋免论我减无早就对恁宣告，恁是我的见证人，我以外减有上帝，减有互恁通闪密的石盘，我知连一个拢无。这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以赛亚先知讲，上帝是救赎主，伊是开始，嘛是终结。伊对伊以外无有别个上帝，无有别个拯救。因为这个救赎是要互世间人通得到重新得到快乐。也是成做一个重新被创造的人。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到24节，记载着彼得的讲道。互咱真惊吓是，伫记载的前无偌久，一个好人耶稣基督，一阵世界倒传美的速度。问道竟然伫即时，因徛伫耶路撒冷公开的自责，并且由代表人彼得伫遐来讲道传福音。这是圣神降临的恩典了后所发生的代志。彼得伊伫讲道中间引用着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1节的经文，讲到着人因为圣神的快乐来被改变的一个使命。这是一个顶头生的使命。
也是重新得到快乐的来源。彼得的讲道，这个时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对众人讲：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恁着知，着注意听我的话。这个人毋是照恁所想得酒醉，即阵才早起9点。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。上帝讲，伫尾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饼落互恁所有的人，恁的囝、恁的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会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会做梦。搁伫遐一日，我嘛要将我的神饼落去，互我的仆人甲女婢，因会讲预言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来行神迹，有火甲烟雾。伫主大个荣耀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黑暗，月变做亲像火哈尼红。迄时，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以色列人，恁着听这个话，照恁所知，上帝通过拿撒勒人耶稣伫恁中间行权能、奇事甲神迹，来对恁证明伊是上帝所指派。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，将耶稣交互恁。恁用无律法的人的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甲伊杀害。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，互伊个活，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。圣神的开力，互人会通重新得力。生命的状况被改变，对伫无愿望的人变成做有愿望，对惊吓变做真做勇敢，对软弱变做刚强，对捌好人来密变成做勇敢公开，见证主的名，传扬福音。诗篇119篇第9节、9节、6节，意爱上帝的律法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？着遵行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求你互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，才免犯罪得罪你。上主啊，你应该受称赞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则，你所讲一切的规律，我用嘴出声念。我意爱你的教示，亲像人意爱大财富。我哪念哪想你的律例，重视你的道路。我意爱你的命令，袂记记你的话。恳求上帝赏赐阮圣神的新的生命，互阮会当重新得到快乐，勇敢来面对困难，会通公开来见证主名，传扬福音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